关2年满，新竹县这个姓罗的警察大人为了要替伊的查甫朋友厝内处理交通事故，结果家己大主大意调查别人的前科资料，牵涉到涉案罪。检察官调查了后，原起诉1档，还来罚金1万块，给国库。接下来呢，就由我这里来告诉大家正确的防身精神。姓罗的查某警察面对镜头阁真大方，伊真认真咧宣导正确的知识。伊的面子啊生做不知啊出叫。伫2017年的时阵，洪选做是新竹县政风处风浪任务微电影的这个女主角。不过伫进前，伊却因为公器私用，私底下去共调查别人的前科，互检方来甲起诉。伫今年的4月份，这个姓罗的查某警察为着替查甫朋友厝内的人来处理交通事故，伊走去竹北市六经派出所借电脑来调查对方当事人的前科资料，尾也去互因警察家己内部的检举。检察官以刑法过失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罪，甲伊起诉。被告事后坦诚犯行，检察官给予缓起诉处分。检方表示讲，姓罗的查某警察无前科，事后嘛有承认伊的唔对，所以甲伊原起诉1年，还佫交予国库1万块做罚金。事后，这个警方嘛是真美手，无要回应。防泄露秘密的当事人，伊嘛表示讲，伊无要搁追究。不过，这个查某警察为着查甫朋友来触犯刑法，虽然讲事后有后悔，不过嘛已经破坏这个警察的形象。记者综合报道。